分享一件可以穿到200斤的新中式盘扣小上衣，上身真的好真肉显瘦啊！尤其领口镂空的盘扣设计，精致又时尚，特别的显气质、显脸小，还是正肩版型的，很修饰肩宽背后显人薄。我超喜欢腰侧的冰珠小腋褶，视觉上巨显腰细、巨显瘦，加上这个不规则下摆，还能遮住肚子上的肉肉，而且加宽的弹力袖口，还能遮住手臂外肉。棉质的面料摸起来柔软亲肤，关键这个酒红色上身巨显白，价格便宜还有愿显，真的值得试试。可以穿到200斤的新中式盘扣小上衣，上身真的好真肉显瘦啊！我还买了一件黄色，就更加的温柔百搭。我好喜欢领口的镂空盘扣设计，很有造型感，还特别显气质。正肩的设计就很能修饰肩宽背后显直角肩，版型自带收腰曲线，侧面的捏褶设计我也超喜欢，显瘦显腰细的同时还能修饰身材比例，整体宽松有弹力，修身但不紧身，没有束缚感。再加上不规则的下摆，腰上肚子上有肉肉都可以放心穿，加长加宽的袖子也能完全遮住手臂掰肉。棉质的面料柔软舒适，很透气，细节做工也都非常精致，日常上班上学穿都很百搭好看，真的可以闭眼入。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，與你永遠亦連在一起。